你来真啊，搭三个人真用两高头商量下。拉妹子15镇大流浪嘛，做下一个圈他，也让阿叔10分下来做。因为来镇是一对大难厅堂，得在10分下，努力一把做手，一记耳光，帮里将来报复。现在你先做下圈他们，弄不贴里。10分下得到兵败是啥么子啊？你来镇里要来拒击我。蛮黑，大概是有个事体弄清伤着，晓得有王子我阿叔啊，我个人内容的，将来你都不黑，人家黑个我，有军法啥李亚当我来磕头拜谁个？那么我今朝总归不能看看我这长辈面孔，训得那不像人，一声吩咐。好吧，明年认真。觐见。来真大胆一下，一口嘛。哦哟，阿说这面孔白是白的嘞。哼，今在也能上当么？屁屁呢？来真总共是喊个，后夜却被哭出了。还这样么？今朝自家做错子事体在，错心错心来办谁个？搭上一步么？啊，叔父大人虽然，是女儿来征，即叔父大人开对不？下跪，什么人？哦哟，那些手打着啊，下跪什么人了？真正却不是，是女儿来征。哎呀，我当是谁呀？原来兰珍小姐啊，这么大的身份，跪在我小小通政寺大堂的面前，成何体统啊！老等我吧，这大分听懂。有叔父大人，发财都是神女儿的不害，得罪叔父大人，总有叔父大人原谅的。丈夫回来没有啊？分得东儿通办，我家国人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是啊。那说明我说傅大人根本没有把你丈夫谋死掉喽。现在辰光再发马三门不热家子，想刚刚太多了个中台呀！大庭广众之下，不能一步走错，一记耳光，心里想一想一后，眼睛一激一动。哎呀，你好啊，不得了，皇城才女，大贤大德，是吧？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啊，开得起好车，买得起好房。你今天这个样子，你像什么皇城才女啊？半夜三更，抛头露面，出怪露丑，你丢这个脸啊，不是丢你一个人的脸，把你主公的脸，把你老子的脸，把我叔父大人的脸通通丢完，丢脸丢到家来。你今天就是丢脸太丢脸，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我跟你说，看你以后还有什么脸跑到外面去见人。来真像美喊娘奶骂得开心，等什么？你当心点。是啊，发财都是神女儿的不害，总也叔父大人原谅许许。原谅许许。当了这么多客人的面，你得罪我叔父大人，得罪成这个样子，现在你一个人跑到我这里，就这么磕一个头赔一个礼，就叫我这么算了？太简单了吧？懂个哇！刚刚开子满上吩咐个面，吃子生活摊子袋子，
现在我一个子来办事了，服务帖，心里搿口气发病。搿么定还要？啊，师傅大人，沈女儿乃是奉列主公之命，前来相请师傅。满上吩咐都在厅堂之上，一些后期之余发在居中，请师傅大人杀肉。我如果人口头请随，我家弟弟走进去，做公益讲上几句好话，你看可好？叫我到严家。是啊。一些活期酒放在中间，我们坐下来，你们小夫妻磕头赔礼，你家老子这壶敬酒，太师爷再讲上几句好话。好么？是这么回事啊？大真。真的啊？大真。不是差不多的，面子也扎住着，看人来宾侪分白了，怪着我过去上路说话嘞，一桌火气嘴巴了海着，我一说话来嘛啊，两高头三夫妻，磕头拜财，年书为这壶金嘴嘛，年送再讲脱两声好闲话，看人来宾们是太子我不抬了，现在当子里多个面子让我抓住，能够实行是也可以噻，陆上宝啊，顺风风操作手还要翻个。得在你送俺不喝，你家喝够个，为还可里生生过发财了啊！那么整个再搭架子搭下去，等到明朝天亮，看人侪白光是，灾难办财没人看见个。罗上宝，今天这个事啊，太糊涂了。是呀。说胡大人自己人，从小看你长大的，就这么马马虎虎拉倒了，算了。是沈女儿的不好。你换了外边的人，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过门啊？这次糊涂了，下次当心啊！好了好了，起来吧起来吧。都是师傅大人。那么这个现在就过去啊？师傅大人，请。立起身来，不必动儿，刚刚面对总归觉得不大对。来哟，来哟，三句怪对怪呢？啊，来呀，非常当啊！你现在虎头退杀啊！非狗要么分身上，奴才们血出去，血得么花园里，切人家个屋头了，巨桥前旁边等呢。可乃来呀，追过来么，当那头上抬着马车的，叫老当块杀头，马正和火当的好龙啊动，放你妈个屁！你来这我都没有杀我了，再过来你还混地的，去！胡说八道！我不来要你当心人多发白那张。这个兰珍啊，师傅大人，请吧。师傅大人，当心了。打到外头花园里向对菜吃着追子一头鹿嘛，一口不带，家里来的。兰珍啊，师傅大人，你怎么走错了？哈？到严家嘛是这个方向啊，你现在这个方向嘛。到我女儿小姐唐楼方向了吗？沈女儿也西到我们的大楼呀。到她唐楼去干什么呢？分是沈某已在我们的大楼，想请沈某一同西娃。叫她去干什么嘛？说到沈某耍杀肉，我如果人可得清水。凭良心讲，脾气没去。搿种方面想得手段，关着两夫妻两高头一谈过去，时间一来嘛，单子隔壁人家厅堂了，你两夫妻两高头上路手，三夫妻一上，就下来磕头拜财，等呀，我一口子从那个当中把位是讲一块难口香的呀，哎呀，亏你还想得周到啊！好吧，那就一起过去吧。师傅大人，请。像落书局骗上我呀，骗过来。大概到唐楼下头一来盯着，好了，兰珍啊，师傅大人，你呢上楼去，把你们沈母大人叫下来，然后我们一起过去。我呢就在这儿等你一下，我就不上去了，好吧？什么子？俺是内府上去噻，内府上去嘛，搿吃西南草人，乃是治国呀。
哎，师傅大人一同上来。我就不要上去了，我等你一下就好了。哎，啊，发财神女儿得罪师傅，沈某心中不悦，定然不肯下来。总也师傅大人加上几句喊话的。对个。哎，那高些气性比我重，这样我了程度比我深，我确实你光么的心里还气个呀。怪着我帮你个忙，猜猜比说喊我，还是我非要气着我，气吃好气最气吧。儿子，我劝你光帮也不想着，哪会气得少呢？哎呀，好吧，那我们就一起上楼吧。师傅大人，担心了。到，报得来领一领，不能真。夫人呐，认真请你来了，上礼呀。那么刘郎想真用的哈你。想高兴干喊我干，今朝也一口暗杀问我，所以不敢来家都正喊着，笃定。现在听见夫人真上来嘛，哎呦，来着啊！所以人轰杀能力起来嘛，10人个人出去，哈，师傅大人，30人在，师傅大人。来真看见小姑娘们，好像刚刚看见，人一眼。单退一步，呀，夫人，你真为谁此地呀？对，严勇，你怎么会在我女儿小姐的堂楼上面的？哎呀，师傅大人，啊，想我们是你师傅大人叫我上来的呀！啊！来真听得给他们瞪着面孔一摆，弥漫是眼睛的。哎呀，师傅大人，你该的还是车上来嘛，也得照着说的呀。也来拉走是不是？那确实是。兰子，你息怒，不要听他胡说八道，根本没有这回事。是你叫他上来的。哪有这回事？没有的。不是他讲的呀。那这样，你先不要发火，好不好？你让我把话问清楚，总可以吧？你真过分，他。来，一打到刘总监来，心平气和实话来谈，实俺算啥呢？不是，实问我今朝白庭中主不能起，一起了，一气糊涂的，还500个，我上个我规则里上了，落得来种的。那么现在认得是来改的呀，改个是我们头个堂里呀，那我得上来个呢？这里向有虎队，沈大队先年举一番，他妈的这个事情怎么搞的？啊！婆娑美丽，非你猜。这个门后楼，我一日之间总难解开。你看那无真的头壳，即使我是年里，被问他在儿谁，女儿家战兢兢总起口难。我想引用他，他定是个风流客。一见我女儿，毛飞为见他主动，上我下了位，故而他菜鸟推下，进上楼。来，我女儿是在这闺房
之中，福建省今朝是新段初开结营人，今把那李家两事来修撇开。到如今我也深思这胸中的气，相信不亦非平地风浪大。我温柔钓鱼的，我叫你老婆内机鬼，我要你上旅用意，你下旅内。定心，老实讲，写出来是个句话，句话没啥价，侪有流动的。我现在写男主是起，男说是我规则来上流，是吧？啊，没哈，所以说我规则来上流，是讲，你也有本事经过谁人说出来，大家听听看。我们拿得来排队，拿得来讲上，拿规则来上流，你讲。内浪讲我顺得对，静静地听细细讲念句，等到海雾当中打背龙出队，那么想来费工有啥客气？现在难气的。这个严勇，师傅大人，你是孔乙门下念书人，正是。念书人的说话要老老实实的说话。是啊，不能厚颜乐女。这句懂才懂的，讲嘛屁屁哈讲。好吧，你懂不能胡言乱语，那很好嘛。你说是我说服大人叫你上楼的，正是。好，你能不能把这个经过情形啊说出来，我们大家听听看？我是怎么样碰到你的，怎么样和你说话的，怎么样叫你上楼的？你当了我们大家的面讲出来听听看嘛！啊！哎呀，师傅大人，哎，怎么的追在后头，就放出的改信任了么？老三个死狗一输人，才忘记人。哎，气高虎高不拉的，听着，登北出队。对，我全忘了，好吧？你再提醒提醒我看，经过情形说一遍，给我再听听看，怎么样的呢？既然师傅大人发为了么，待相识告别。洗耳恭听。师傅大人呐、岳母的心，听只因我飞到大厅之上，各位非人见到师傅大人。来这个没合适，也没插队合办，为主来分当我把狗头了。听下去。对，那么这个后来怎么样呢？后来嘛，
我在花园之中，一三步，三句敲肩步，女大神。没，你在九曲桥旁边看见我了？看见你的呀，你看见的是我啊？看见你说我大人，这个把这个出来嘛，我分看见的哇，我没有看见你吗？我看见你的呀，这个三句讲硬上的呀，你看见我的？是啊，看见我吗？我是怎么样的呢？我看你脚步踉跄，酩酊醉，我猜不说不赢，不就来的别本恩，听别不来，你可曾去过啊？表本了，我去过的啊。这最对了啊！那你又根本不在旁边的嘛？我不在旁子嘛，与怎会记些你？对个，你放了旁边，那我得晓得你。啊，咦，啥问我开头呢是蛮清爽的，现在开始慢慢接，说是厚头起来着。哦，到表本厅。是啊。那么到了表本厅之后嘛，怎么样了呢？我与你同往绿地，伸手定，听雷响，时来后呼声，却牛来。与楼王两位大人相亲说服，可有几日？弄不清爽，谁说弄不清爽？谁对个呀？咦，我到别本里嘛，楼王两位大人再得来欣赏我，因为你都懂得吃嘴。哎，我吃得了不来噻，也吃再快着，想去避脱些风头嘛，你都再得来寻我。那假使吃再怎么样输500两银子个，那么搿点事体嘛，你放了旁边那谁晓得个呢？嘿嘿。鲁王两位大人来找寻我，正是。找寻我们，那我就下去了。是啊。那我下去嘛，那么你呢？我们财务书部大人一同下来。啊，那么脚，嘿嘿，搿句闲话嘛，差头办得来。哎呀，你说也太好。我下去嘛，你话财务我一大屋里，财务我一大屋里嘛，鲁王两位大人证人。叫他们里头，我下来旁边还有人猜个，没个，500嘛，来让哈说。哦，搿句闲话也还啊，要捏来里上，这个来是跟居民的唱，还是吹上去。哎，是啊，所以我们就一起下楼啦。原来嘛，我没有下楼呀。像王瑞这个大花堂呀，你没有下楼啊？是啊。那为什么不下楼啊？是你书部大人叫我不要下楼的呀。我叫你不要下楼。正是。那么你不下楼嘛？你在楼上边你能干什么呢？你将我跨过两代，西里去。是令爱千军。高陵恩令，让我背
你妈个蛋，放屁的说话！上午我气得天起来，那么你来正坐来里上这样一把3张屁头单词结束。嘣，嘣嘣，当当，奉大人君于寿地神堂后裔。大清光绪6年11个年8，北京营部大大开油门。杨树人大娘娘为救杨家兄弟杨乃武性命，决心营部大拉滚顶北赶上。现在大米拉下一切应等书记们，营部上曾用一声吩咐，归奏去顶北放假。是。大米拉乡下来8名公差分成2队。4名公差到队门放假房门口立定门，风调气他刚，说车子门开，人马在门口一立，在个做生意这个店门开着，也没么事，你都进来吧。那么大娘娘哪里？来在等了给他放假房门口等孩子，现在了当中最后一桩事体，上次了让我身旁边呀，我等些人啪。破大顶背浪的辰光，难免也吃大顶背吃血，血印带上子了，血在摸，搿大人也看不清爽个。那弄法呢？一动眼睛没有着，眼睛拿上子拿出来，眼神公豆腐干实干一放嘛，马上头发头里塞一塞紧，实干么废物结实。现在看见放假房门开，一群哒带里向。你上屋子一起抢第4块放假房，哪想法个你？国父最有属于王法等人，百次把神经，哒吐一吐，马正身不比，扶一扶喊，退出放假房。上水放假房门开的同时，下水顶北房门开。4名公差抽袋里向，顶北刚一刚起来，出顶北房忙正到武堂方向过来。大娘娘紧紧跟随，带队门开第一声，青天大圣圣佑。公差刚子顶北带到武堂，的士一人立定，顶北地浪向放一放，搿块顶北一头挂了浪已经江出浪门，一头放了浪用到头头浪。发一个脆势，手耳边浪向抽过来一群公差们，皮皮莫棍高高举起，人眉莫报，大喜！不要过来，过来要打了，过来要打了，要打了，要打了！后羿，大娘娘这大分看见，带顶杯跟随带顶杯一哭嘛，哎呀，退后3步。搿么啥是大娘娘看见搿块顶板寒光肃杀好着你，搿大不是个，我追得太近之外，等些人啪破大顶板浪的辰光，也不够冲死个，所以了退后3步。现在大娘娘对搿块顶板看看，再对大人望望，正所谓八股皆心。想想我今在滚顶板杆上，看上去是有死无生的咋？别个我死不一句，我只不望那大人是个青天，能够弄我兄弟上儿子生一生清爽，还再一声青天大圣生。
正顶背浪向，啪，手扑个扑上去。一名公差本得公务文职，并当人与人顶背身上啊，与我杀来，告双声生死谁有？是。大米拉乡下来2名公差，带同娘娘比拉们英国国了上海。个让人心心哎，个让人啊心心啊，心心哎，开发性。一名公差高级拿着蓝书包过来嘛，还也可以两只，马上到娘娘面门浪向，喷上去。大娘娘是昏厥呀，冰冰一个蓝水喷在面孔上的，也可以吃，慢慢煎，辣浪围上来。呼咻！哦哟，现在，那个为兵大人，该让女人欢心啊，而这女子。后生偶否后喜生日，与人有情，说该在本宝当的堂上顶拜神座，恭上来。大娘娘眼睛慢慢就辣浪张开来，给他烧上胡椒，前头只大米都得了。哦，我是个人，给他背是阴热地府，对回过来一看嘛，哟，这看见一缕阳光射子进来，个阴热地府嘛，哪会的阳光个你？不对，我分死个！二到半边才听见大人辣浪门自家喊话，三男子清爽的围搭上去，高双声一样是，这将声汉最夫与让心生事，这一般的杨内风被玉让之心一眼，过分姑姑相后，后青翠红豆脸哎，满是深空，佛却倾涕大声真。口语似若非玉帝身上来，啥子没清爽，辣浪头发兜里，也想吃水糯么？昨日刚才人啪扑大顶背浪的辰光，浑身力气侪用光，跟人特之类个人，所以随便拿对不起。对回过来对两公厂忙忙。应着，小想多，帮帮忙啊！三脑亲手制作。工厂有什么子？过来拿大娘娘头发擦湿嘛，将绳子拿出来一看，也得是在个豆腐杆这样一放，说不对吧？大娘娘铺顶板杆上，人啊上得了昏子过去嘛，哪张绳子不拆出来的呢？因为今朝大娘娘的头发湿得很，湿得紧，哪怕吃到分量，头发不湿个，是个不湿率。我家大娘娘身体和头发特别多，哪位身体和头发多嘛？三男养得少，这样一抬拼成滚滚。不这样你才讲三男养得少，身体背和头发背多个，背多个。那么说你不懂着吧？四姑当然想四姑一抬分呀，那头发一根俺不个你两样刮光个呀。
公差上子一开，身上大人公安。张春勇等得上子看完么？一样是。我开儿这死亡之中，时时追击，句句来历，后生受难受。乃是内夫人是做是非。来着，将告状人钉牌之上取下，祭佛对供。是，上街上祭佛对供，祭佛努力绑起来，对供关着里背上子。一名公差过来，拿大娘娘钉牌浪向踩起来嘛，大胆公安门前杀，坐下，记大娘。季大人，快对不？带起对来。是。大娘娘对欢一对。沙尘用舌对大娘娘这面孔一看嘛，哦哟，说破的啦。其实大娘娘这面孔长得违和的，哪会得看上去可破，说不得个错。今朝大娘娘出门赶上门前，就为拿后一趟卡个面嘛，搿只面孔拉出再往。破顶杯的辰光，上排牙齿到下排牙齿打起上这个一上嘛，血牙缝里向渗出来着。拿上这个辰光，头发擦色，披头散发，看上去英勇可破。他们人想想，看上去个赶上女人辣辣三万病，搿是反帮子，反帮一帮帮出点啥事体来？嘿，他们人守得门开，这么今朝为得上大娘娘打开，一样是白说上来。是。大娘娘一看起哪张上子背的一字不差。他们耳朵听里背，眼睛看下上子，等到你上子背完，一个字也分背错。一样是杨乃武是儿后人，乃是宝的与人有情，共杀哪来？大人有病，内夫人奉你答应。为先生把命拼。我的东北兄弟，衙内夫，你是远川口头一句深。
林。隔屏里聚下林，生是病十分深。真为臣，玉水记后父谋杀计为生，他批说一副真名贵人。是人莫托得饮水打精神，骗我的金衙门，是民是个公民，手撕必是血口喷，没福得我罪名深。一次攻打用三次赢，后里三扎东飞鹰，凭你是铁骨家军能一功身。他最悲之妇，代代生大神，须臾喊孤身，后楼心思心。最深，4月1天，三先生后人清真。心心，三只飞举肯定心随命，一手会在进门。西从天降。吹打开院门，随风
神行，王法太查不完，必须比起是非分，口里那三定名气心俱深，不人有说命不命举大声，该对归是有心真，真是无辜神经。空余虚意非。神也该信范大人明君，那么多人真上，偏头得此结束。